继续来看今年驻流感预防社引起不良反应的，卫福部已经收到76件通报，其中25个人有严重的不良反应，有4个人死亡。这是引发到民众的惊恐，驻预防社议员嘛来降价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暝临时开记者会，讲这4位死亡的原因，拢是因为心血管的疾病，毋是疫苗造成的。专家嘛认为讲，甲疫苗无直接相关。颠倒有医师来建议讲，应该就要趁即摆，赶紧去做流感的预防社。流感感冒预防社一直自不良反应就一直出现，造成民众会惊。25注射人上少，敢若24000人尔。医生讲，大家颠倒要趁这个时阵出门去做预防社。对象主要是老人家嘛，打完疫苗以后呢，刚好碰到他的疾病恶化了，他就可能造成他去住院或者去死亡。疾管署统计，最近3年来注射了死亡分别是3例无人甲4例，今年无特别悬，判定毋是疫苗所引起的。尤其是今年疫苗有76件不良反应的通报中，25件是较严重的，分别是有注国光、赛诺菲甲东洋，配合嘛无共款。如果同一个批号的人都没有问题，只有这一个人出问题的话，那大概就不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污染事件哦。那目前的情况也都是没有共同的一个来源，现在都是个别的问题。卫福部长呼吁医生做伙挂保证，讲这人的死因拢甲疫苗无直接的关系。更加呼吁讲，若要做流行感冒预防社，就趁即晚。